如果你喺倫敦有物業出租，請務必注意2026年5月1號，呢個係英國幾十年嚟最嚴厲嘅租客權利法案 Renters' Rights Act 已經開始正式生效。今次呢個新政嘅幾項重大改變，直接影響到 landlord 嘅利益，例如取消咗 Section 21 Notice， 再唔可以無理由咁樣要求租客搬走。2. 取消 Fixed Term， 即係話從5月1號起，所有嘅 lease 都變成月租 monthly 嘅 periodic contract， 而租客咧只需要2個月嘅通知就可以搬出去啦。3. 驅逐租霸變得異常嘅漫長，一旦遇上惡劣嘅租霸，驅逐嘅流程同埋法庭嘅排期變得更加複雜同埋時間長。作為房東嘅你咧，面對嘅就係幾個月甚至半年或以上收唔到租，仲要俾埋 solicitor fee 同埋法庭嘅訴訟費用。Belvoir 作為一個英國上市地產公司，我哋倫敦嘅團隊已經為倫敦嘅 landlord 做咗一個萬全嘅準備。從即日起，只要俾我哋 full management 你個物業嘅話，我哋會提供1. rent guarantee， 2. legal expenses cover。rent guarantee 可以保證你喺租賃期內嘅現金流，我哋會一力承擔 cover 你個 rent， 直到租霸被驅逐為止。2. legal expense cover， 所有驅逐程序流程都由我哋公司一力承擔，包括所有嘅律師費同埋上庭嘅訴訟費用。我哋 Belvoir 倫敦團隊從最早期幫你揾租客嘅背景調查 reference check， 再到新政要求嘅 Form 4A、Section 8 Notice、Section 13 Notice， 再到物業日常嘅維護維修，我哋全權幫你一手搞掂。選擇 Belvoir London fully manage 你個物業，就等於你個資產喺倫敦買咗個雙保險。作為 landlord 嘅你咧，你就可以高枕無憂，穩健地去收租。Thank you。